看，哎呀，这个跟创始。Live stream in Tibet. 用真的那，你把个的看的，哎，啊，你这里把，这切吧。前面跟你讲过那通话是个叫有点蛋个，哎，我那个蛋个真的就是叫什么嘛？打起就。前面搞嘛子俺老来就搞咋的？你讲过那能通着？唱完了是好的好的，准备好是呀。有了，但是大的品牛高了，你品牛那没有吧？不好吧？真的上大品牛高。呀哩，看我了这里落的。这是他到俺爸爸的，过去的过嘛的，都吃个过不的了。不，得过来了，怕起过来了。换一个歌是，卖花这个打换我觉得嘛，本其他的打上谈觉得嘛。题目这么题来了那样你们，那都没。西云这话没能啊，没事，好好唱首呀。题来了那好听，真的是好听些。慢慢来加油些。这个歌好听些，这个歌我觉得好听，但是有些人觉得不好听，那我这是没有问题的，是吧？哪怕是我们今天走错路，明天会做得更好，是吧？没有错，哪里有好的，是吧？就这个礼堂里面唱，肯定唱得好，从哪过不的？深卡过不的嘞？别紧张，好好唱说呀。紧张的地方给他妈说做上是没。大家呢紧张，早晚你的三弄了，早晚你的几阿姨参的唱，该已经参进来了，三落了嘛把进来，但是要上有嘛了，但那样大，认得了修音，俺认得了忙不修掉了。真的有学这么年的嘛是，真的了这么年录用做上那有了的。做这个单，俺做录用做啥刚去了，啥家刚那有了的，因那样俺做录用做的么子，俺做3康了这个来了的。瞧让那个3档就不跟俺的录用去了，加他们3档，弄那接，老早现在接1百元呢，加他们去录用去，俺做录用啊，他女个都。可以依然这么东西这样，你这个绿饼啊，就是这啊，你这去了，你进入门多少？怎么你也怎么这去了嘛？多少了？忙个点，忙个那个。但这个没通过这个，他用家用过，用家也买些钱，他牛个怎么的？我国家是牛么都使用上个，俺家帮了几个高啊老的，俺拿把头。哦，这个我怎么刚上干了？这一点。这个的嘞。刚刚我一直在等。好，然后没练过。没找到你，对我们话也没说完。没事，老师们你们先说吧，我这边等。哦呀，那说完了，就我觉得反正总的来说就是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就这样。现在说。哎呀，得来个交流感了。就哦呀。
等下从的该不吃个怎么水啊？这都摇了呀！啊，他对，你我吃这要不就出大就做出来的了。救了。我先试一下那个乐器什么对了没乐器啊？老师们，谢谢，帮我看一下，我先试一下。这个吧。这个，这接受这个来了。哦，这个。当然讲的没给我的哪样弄的样。好，好呀。怎么看不上这些的嘞？俺让你那大天，天堂弄的，给人同步我的累计来十来当，要那俺做的，让个拍了的，咱们也只说了，吃这些是了，跟个了，做这些样吧，当俺做的个让做这些病的，人的弄个，他同名人的弄个，大的，对吧？那个这比这把这个，人家按到现在跟个等巴的，大结巴的，结巴个，我们那个是那么些个，但是你的呢，俺让个这个这些把那了，用咱把以前这些团队社会的那么做起发展，这个钱那么，都能那么干的，这些团队平衡的当，等你地方那么这个啥样呢？跟那边个人在当那罗些，干起这些的嘞。就刚才你读啊，我给你介绍说，他说的是，他是来自这个我们德国的一个歌手啊，然后，这个直播大神唱舞这个举办的啊，也是举办的很好，希望，更多的这个把家乡的音乐和文化这些传播出去，然后他就给大家演唱一首他朋友写的一首歌，啊，就这样。是的，老师，我说的普通话不好，两位老师。普通话。谢谢。来吧。这个嘞。几你。这个首先这个啊，我们郑小雨老师，你是搞乐队的啊，搞乐队的，所以他们那个现在
吉他，然后2个吉他吧，一个3个不是一个吉他，我通过，我喜欢你这种状态啊，我感觉你是专门来给我们表演的一种高高兴兴的过来。没有老师，谢谢。非常好啊，我喜欢啊。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对，我也通过，就是谢谢老师。我也很享受，就是这种，就是在此时的，就是那么4分来钟、3、4分钟的，这么一个时间，尽管不知道他歌唱的内容，但是从他脸上和从他的动作里面哈，其实能感受一点点，就是谢谢老师。这歌名叫《吉祥》的那个，对，这个祝歌什么的这样子，对，挺好的。然后谢谢老师，我这里通过啊。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感谢老师。对，这个我要介绍一下他。格桑朗珠是这个几年我看一下，几年青海弹唱比赛的冠军是不是？这那个了，青海这个展年专门弹唱的冠军。可能这个了。然后你看你们都在说这文化自信，确实文化自信啊。他是我们老家的，但是我不能说是老家。对，刚刚前面不能说。但是他确实有这个实力包括他的这个服装。他的这个乐器，然后他唱的歌，但是唯独我希望就是我们弹唱有时候他就不要在一个旋律里面，稍微把旋律改一下。欢迎老师，好，我走一下，然后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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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哒哒哒哒哒哒，唱完了又哒哒哒哒哒。我觉得是你前面可以慢唱，后面又快起来节奏，是吧？老师，哒哒哒哒哒。这种状态的话，他就这个受众就更宽了。是吧？感谢老师。但是我们听的是歌词，而不是有很多的时候就不是听的是旋律，所以说我们就把这个歌词这个旋律就淡化了，歌词就大化了。所以说我觉得有时候希望就是这2个是成比例吧，5-5，这样的话更好一点。所以说我们有些东西我们一定要接受的啊，传统是非常好的，这是我们文化自信祖宗留下来的。但是这个上面就是接着这个时代的变化，我们要再去加一些东西，传承一些东西，那就更好嘛，是吧？这个更容易传承，更容易让更多人知道我们优秀的音乐和优秀的民族，这个应该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这边也给你过啊，你是冠军来比赛，也是我们这个直播大声唱的，也是一种怎么说呢，也是一种。幸运，好不好？好的，好的，谢谢大家。好，感谢老师。我们3个都给你通过啊。老师，我要，可以。那就这样，谢谢老师，3位老师，谢谢。那我先撤了啊。好的，3位老师辛苦你们了。本来做大爱送到台东国际，真特别好，真的。个人去。听歌你们几次弄就对，这讲嘛的没事的。等会这就是就当看的，我知道了，前面你要这样以后就看了嘛，找到对吧？呀，你们要是个这里什么个呀？你们先把多。để rong cho trong xe ba trái mơ ô mong cho đi nhang hoa thân đi để用这个是这里这个路亚大呀để rong cho trong xe ba trái mơ ô mong cho đi nhang hoa thân đi rong cho trong xe ba trái mơ ô mong cho đi nhang hoa đi 哇塞，兄弟，开心一点好不好？你这是啊？来，你就坐进去。来，你是啊？坐进去。对，没进没被碰的就是过来嘛，来。这是，坐进去，我咋子？啥嘛都咋么？当着在这里头走。呀，找他嘛，你就参嘛，你就是啊。凭嘛子？就参嘛，这边一定要找，刚刚等着不好嘛？参嘛。
山茶么个这个的嘞，你就是啊，一点这个嘛，七三公个这都点不，你都点两个没搞，第三有人不懂。拒绝了吗？不让他们说。没事，没事，再找一下。真的是。没事了也可以，找一下不是呢。你过去你做那个找么多生活了，给他们你用车怎么着个嘞？你去个，俺用车怎么着是的，好吧？有一个演员，哦，这是对了。这一点给他们看看。充其美，我这个没喊都上来。完了是，因为它是旧版。你看嘛有请来自青海玉树的第10号选手。对，因为它这个旧版啊，我给他们说一下，这是旧版，所以说放大不了，所以它就撵过来了。好，那你开始吧。给他们看看俺那都跟人这个人用到几把拍几个内容呗，按出去没这人也连这个动力卡上了，不摸着嘛噻，这一点嘞。他说他是来自玉树的唱一个叫《薄暮卓玛》啊。我跟你们说一下，好，有请。你。就是马引的匆匆的路，跟我样去东啊什么路，有情人莫难的你。可是送给人的人送的路，东就莫再多的路，我三九一江南的里有。好，不好意思按错了。接个了，这个来切接个了，来了啊！哦呀，就是因为这个于老师和这个郑晓玉老师听不懂藏语啊，我也是这个知道大概是唱给姑娘的啊，不梦。然后这个你的这个嗓子的这种厚度啊，弹唱里面比较有厚度的这种唱法，然后很有味道，包括你的这个乐队的这个配合啊，觉得很好，
中规中矩。但是我希望下次，稍微有些变化，包括你第二段有个那个小打鼓，有的话会更好的，是吧？有节奏感，是吧？你现在从头到尾都是两个这个。一个馒头铃，一个龙头琴，一个吉他啊，第三个，这个是应该说上面的音吧，还有下面的鼓，这样会更有一个落差感，也有一个那个东西，是吧？你光在上面在飘，下面没有东西，是吧？为什么人家要加贝斯，要加鼓？鼓是节奏，是吧？那下面也有电的东西。所以说，为什么你不用电？因为你的嗓子还是够厚的啊，所以说还挺好的。所以，我这边给你过，好呀，推几些给对，推几，我也过，谢谢老师，我也过啊，我也过，谢谢，挺好的，我过的原因是，我觉得就是我做了这么多期评委以来哈，其实对于弹唱来说，我在弹唱面前我还不算一个合格的评委，但是呢，我就享受的心态，然后我感觉他唱的我很享受，然后我就会给他过，所以我给你过啊。谢谢。于老师谦虚了，你会听，你有分辨能力，这个是绝对是的啊，过不是都过了，对，好的。我要拿我钱，再菜了，谢谢。菜了。你又出来了原来你们是一个团队啊！这人，对，这人可以退了，退，可以退了，去的这个那就不是忙，去的，那是忙，去的更新是忙，更新做个啥？直接结束吗？直播关了吗？关了。那你今天晚上大家都非常成功。我怎么关着去？就马上那直播叫人把那更新马上什么？就看给。Zoom 的这样做个人。Zoom 就呀。我只有淘汰的这个准备，知道吧？也没有经济的准备，马那种。叫人不，你看看，这是背景，你看一下。这个人有关系。你背景给我看一下啊。这个人有关系的，他是那个什么的总的。兄弟们，我跟大家说啊，叫人不，我跟大家说，这边睡觉，我有话说。这个那倒是不是的，你讲高中三些呀，俺这个俺刚要买的。你前面的从要那你个这个展现当那个到底弹唱是那个就安多个这个弹唱弄卡久的别个那个做弹唱是的那做卡松的包个累个那包个了吧当这个那room个那忙起来的俺的展现是的那做包个俺的展现的别个那这个 support 个这个展现当个嘛他把家是的多个几个你做不起来那这个了吧好呀这个对那去那把去去了俺做不把个托工个啥下的哈讲个这个俺做托工个啥下的某个路口的这个大家查看的说了还从哪把用过的这个嘛样真到这里听说你俺做这个播了有把接的是呢俺做播了咋去当嘛刚去当嘛口装嘛有的呢俺做播个某他就跟个年不要把当俺做播了这个七九单比累的有了这当我们做逻辑梦不通的些呢，我做不个几大逻辑梦不可能全部加了说不些呢，但我们自己的那都不一样话的，看从这里我做干的个你把通把它你钱那么了，啥不懂啥些过来嘛的，因为不逻辑的我做到娘要了嘛，说句不听不懂是没事，因为我的普通话特别不好，这些呢，你直播，阿周前面了聪明，站起来，恭喜阿周前面。好不好？所有家人们一起来！那你完全，那我也。推几期啊，从嘛推几期？打邻居个推。打来了这个。来，大家一起打，恭喜恭喜，好不好？恭喜阿朱学妹，恭喜，一起来恭喜。推几期，关注一下兄弟们，关注一下，多科技做的家，多科技做的去推几期。呀，聪明，你主播阿朱前面了，这个你给我动到13000了。我跟你说了吧，你见那把事，可一起有什么？你给吃鸡的动到上座一样，这是可以的。可是你们俺中里面没。推几期啊？先把那把。好了，关着去，这个从嘛关着去。我们可以呢，我做别的，俺打不进那你。
看蒙博钱不言了，变得你石头呢，我喜欢的这都是。比特来你还是不在一点的是，我呢，他讲个就是个同盟，我什么钱不人呢？啊，这前面呢，这个他这个你人那么多吧，他就那么钱不可人来买的。你大概应该自己该去检查当上了，你不老板他老板叫俺要比按得当呢，啊，这前面就来就。这弄下，妈的，你去买东西，那上上得的呢，可你前面就是。见不得口，娘穷就是个，我妈爹的娘穷来买的人家，妈这说汉语我真的不会说，因为我的普通话等你见那么几年的呢，见那么几把钱多工，把这你过么样个对了，等你关上去呀，再说一个那个嘉年华的话更好。老板，这个不兄弟，最好的兄弟吗？兄弟不是，我跟你说啊，这个今天他送的跑车啊。这是对你的真心，真的，我没见过。对，我知道。别那俺做3块个直播几个，可一的。这的呢，就是开有的，我没见过。就直播3块个直播嘛才的，他就的就一的干的有了的，他对的他的钱你把干谁来的？别那个国蒙不还讲买的，那就300万张个的，干成基本的，我那种的，按照前面这些从样那你。파일 공 파일 간 소마 예her 간 아오레 다베나 저래나 공 농체 잡은 아오라 다라 나 되게 잡다 참봉스 딱 맞아 뭐 된다는 게 니다가 보그 너무 감사합니다 책이 강주가 나오는 게 니가 농체 잡아도 되게 잡다 데미키레데 데리 가서야나 더게 니다가 야나 천대 정도 산티 정도 니르겐비 뭐니 ngama 거론 소소 그 가효 그 남는 로겐바 소아로겐비 문하니레 대낭엔 찍지는 하정 탄들 땜보요 뭐마요 그 나라 거기 같이도 잘난 콩요리 지나바 지마스야 콩고 로모 온데 드라토레 콩고 레임버레 보크드거 치주담비 로모라서 바조구나 콩 도크르치 콩고도 근제바치다 지나바 니세야 너 대링아 까조나도 니초자 지망 니초 케르마세 지망야 더거 왕즈 그 펀스야 세르 중이 파르젠데 로모 빤조 상면니 사웨 네가 기워 딱 저코이데 아래 조롬보 아 루인 폰요레 로모리그나 콩조 보크리变得俺做博个也了半条个钱钱哈张先不的，地处呢人的脸上就肉毛的工钱的理那么多理由了，我没过。说太多了是没事，说如果你认为说太多了，那你就看一下那个更加老师直播间有继续有更好的选手，继续更好听的歌，真的，我们这边说一下我们自己想说的，是吧？这是因为这是我的兄弟的直播间里，所以呢，我想说什么都会说的，所以呢，得不个再让你说，我不是不让他说啊，因为他话太少了，不，他二个你看，他可带人来的了，兄弟通过人才来的，他按捉弄的打了，要记住的话，给他叫看着些么那么看着，出去些，看着。他这个给，我也看着。多那这人啊呀，你弄了呀，自己的感同情跟个，做不出来了，现在你干这些些啊。不怎么，给着嘞。脸都红了噻。对啊，因为我正儿八经今天只有这个淘汰的这个准备，也没有晋级的准备。俺给刚刚的直播大神上赛听懂了，苞米做菜的他，天东大的听懂了，还来把个就是个了吧，菜东店把他给我过年了，刚过年了，还来把菜东店把讲个俺，大家我那种的是，听懂了呀？得参加做的，农场是真从过那种。你就是呀，真的就跟你。但是，你这帮这个农呢，俺的农路上自己的俺，剩下就剩个我嘛。他可能呀，所有的安中前面的粉丝们，我让他说的话，他说的就那么5分钟了吧，是吧？让他说了几句，你们知道吧？你们自己心里有数啊。啊，不是哦，你就是安中前面，你说你去乐基隆，是吧？再唱一首，好不好？然后你唱完之后，你直播也好，或者下播都可以。
然后我的直播，我的那个放什么，他们在听我在唱，不是你再唱一首好不好？啊，再给你的粉丝们是吧？再唱一首好不好？你唱什么你就弹曼陀林，我就弹龙头琴，好嘞。好，你看姐妹，让桌子结果，姐妹呀，给他那个伴奏，来我们改得起来行不能吧？但改起来要不做不就先给从那这个接，要不做不你个也哦，从那改这些东西。咋能给死个？Ja, ja, Ja, cewek nggak hit dari jualan aku masuk. Dah draw sih tuh tangan duit juga. 다른 사람들. 저니? Adanya aku terus. Jalan kita. Mama kayaknya jadi cewek 반대로. itu punya cu aku ni. 네, 버릇은. Ini tu ni. Oh. Lele, di berarti. Ja, maar dat is het. Don't you today, ja. George. 아유. Ja, nee. 비세 창제소 때 여보 제임으로야. 뭐네 뭐네. Ay, nyata. Mama. 진짜 속으로 저럽다 나한테. Kau kata ni saya nak pergi pergi tuan tak cakap saya sakit jinak. Ni unya bandro berat dengan cuci saja kau sambung dengan cuci kira masuk je tu. 당에 너무 님 바지는 돈이 주는데 거지야. Kanile. 어야. 你唱吧，你唱。分享加一把。分享都好的，弄好的兄弟。 다른 거 러제린 돈이 좀아 야, 안쪽 집에 더 그렇지 이쁜다 줘. 다시 했구나 저 힘으로 또 좀아 생되는 거 그렇지. 되게 러는 거야. Ja, 토지시야 토지. 这个山东解决的。 내가 저거 노르지를 됐으는 거다. 哪里解决？ 生活这个大简单生活，他从特别 괜히 관조와 토지시. 당의 선이 뭐지도. 토지시. 당의 태도 고지야. 깨차 시고는 눈에 좀 동이 용 안돼 고지. 저동에 깨차야 보지 시기면 용 것들이 린렌도 칼켜서도. 에이, 녀석 피기 범이 저거 세대. 大麻药一样的照。在哪里兄弟？江南成都里有人。这个啥？ 당연히 고지가야 저런이네. 토지시. 와, 给我点赞点了70万。 Subscribe.